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34.71，按周升0.24%。若果以3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39.83，按周跌0.52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39.95，按周升0.59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23.52，按周升0.19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74.7，按周升1.2%。美國重啟買債，利好本港樓市氣氛，加上今個月新盤持續突破1000宗水平，將紀錄進一步延長至11個月，交投暢旺，業主對後市信心增加，信心指數向上。喺全港3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3個區份，分別係荃灣、西貢、九龍灣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1722平方尺或以上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。